看今天新闻报，我是主播黄文琪。新闻首先带您关注身兼台湾民众党主席的台北市长柯文哲，应国民党主席江启臣之邀，24日参与愿景台湾2030论坛，关注居住正义与世代正义的议题。柯文哲除了以自己在台北市政府施政为例，谈到多屋税、囤房税等议题，也直言台北市议会战歌议案是在打假球。来看柯文哲的说法。江启臣，我们那个立法院材料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空屋税、多屋税、囤房税，这个税不解决没有用的，请大家不要再打假球了。这一天的这个论坛，能够邀请我们在野的各个政党一起来参加，那因为这个问题是人民所关心、所关注的。那当然，政策当中，执政党有执政的一个政策。那我认为，民主政治就是应该在野党要发挥强有力的一个监督跟制衡。是这样的，在台湾你知道，我就是这样，每天要么谈选举，要么谈意识形态的，奇怪，其实民生议题还是要拿出来讨论。像我倒觉得这样的，对我来讲，一直在讲民生议题不分党派我都可以来参加。我跟你讲我2015年我上任的时候。我上任的时候，台北市政府1年的利息是29亿，到去年才降到5亿。所以后来去外面演讲，我每次都讲说，欠债你知道有两件事情要注意。第一，欠债是要还钱的，欠债如果不用还钱的话，我现在就跟你借。第二点还有更可怕，欠债是要缴利息。所以我跟你讲在我们每个不管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拼命负债，你知道吗？刚才讲那个什么劳保、健保是不管什么保，每个都负债累累。请问如果这些欠债要不要还？如果要还的话，那将来谁要还？就下一代而且更惨的，我们下一代是少子化，这一代欠的钱多，下一代可以还钱的人更少。台湾有2万人有10间房子以上，我们有2万人房子有10间以上，你那么多户干什么？因为才一个剩地那出那么多。囤房税其实我们那个台北市议会是一样做打假球送进去也不会过，我也知道不会过了。囤房税的，所以囤房税、公屋税、多屋税这种税率还是要改革。我们目前就是空屋的持有成本太低，所以没有解决。所以结论是这样的公宅就逐渐的慢慢往前盖，那租金要合理的，分级租金补贴这个要做。其实最重要的是我看江启臣，我们那个立法院材料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空屋税、多屋税、囤房税，这个税不解决没有用的，请大家不要再打假球了。囤房税根本就不会打假球了。像这些不管是囤房税或其他税的讨论，那是一个整体税制的一个改革，怎么样达到公平合理，然后增加国家的财政税收。可是中华民国万万岁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我们年轻人也缴很多税。谁说只有有钱人缴税？其实年轻人也缴很多税，可是这些缴来的税到底怎么样备用？这些问题，至今我们没有一个彻底的检讨，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刚才讲过，台湾不缺少发现问题的人，我们现在缺少的是解决问题的人。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24日表示，考量国际疫情及国内防疫能量及商务经贸交流等需求，将自3月1日0时起恢复非本国籍人士入境条件及桃园机场转机等作业。此外，除健康检查、美容医学等非急迫性医疗需求之外，国际医疗病患可来台接受必要的医疗服务。那下一则新闻就是3月1日起恢复本国籍人士入境条件及桃园机场的机场转机的作业，基本上就是恢复跟原来的在秋冬专案之前都是一样的所以也要有但是这里面大概就是跟以前那时候恢复以外所以大家注意到那个下面的红字就上面的大概就是恢复以前的相关情况，但是就是一样，入境或转机都是还继续我们维持3日内的阴性报告是必须的。
那居家检疫，居家检疫仍然是要求要一户一人，然后或者一人一户。好，所以上面大家看到几条，这是跟以前的规定是一样，就回复到以前准予入口，准予入境，的相关的人员的资格，那还有相关的一些条件，或者有一些是需要申请或专案的，那跟以前是一样，但是所有进来的人还是都有 PCR 检验的阴性，那进来要居家检疫的时候，那维持一人一户。低中低风险国家地区可入境人士来台从事短期生务者，申请缩短居家检疫。那仍然就是维持刚才那个表上面低风险跟中低风险不同的，都可以缩短检疫的天数。那也要恢复这个本国籍就是非本国籍人士有条件入台就医。那规定也跟这以前一样。我们针对非常多国家，大概有100多个国家是免签证，所以我们在外国人的部分是这个有居留证就可以直接进来。那如果没有居留证的，那在外馆可以申请特别入境的许可。那入港澳原来港澳的部分，它也是以这个居留跟这个也可以直接线上申请。那所以港澳的部分，它也是要去申请这个入境的许可。那陆的部分，因为中国本来中国大陆的人士要来台湾，就是必须要去许可制，许可制。所以我们现在呢，只是恢复到原来12月底之前的相关的要件跟条件，所以都一样。那只有刚刚指挥官特别说明的。入境之后，第一个是入境要登机，那你要有 PCR 检测3日内。那另外进入到我们的社区居家检疫的时候，必须要1人1户这样的一个条件，其他的就回到原来我们在12月底之前的相关要件这样。可以戴口罩，就是要不要请那个我们比较帅一点、比较年轻的，请罗一军来稍微示范一下吧。好像说服力会比较高一点，说服力比较高。应该是说我们有时候会发现一些这个，比如说公众人物戴口罩的时候，会有一些常见的小错误啦哈。第一个就是说他没有把口罩确实的盖到鼻子上面哈，所以变成说好像漏一个在鼻孔下这样的情形，有时候嘴巴都露出来。那这样当然那个飞沫还是有可能会进入你的口鼻哈，所以这样是不太好的。那就算有盖住这个鼻子，因为这个口罩上面都有一个硬硬的压条，所以我们是希望说这个压条能够压紧，来增加这个口罩的密合度哈。大家可能戴口罩戴久都会觉得比较闷，就会觉得要稍微动一动，把它密合度调开哈。不过这样其实是有风险的，你就可能会还是就是过滤的情形就会变得比较差哈。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戴得很标准啦，我常在上面看，有时候都就觉得大家都戴得很好。跟以前，就比较有时候就会这样。那现在都戴得很好。那但我们那时候是注意到，有时候上节目的时候，那有些相关的来宾可能就没有注意那么大。那事实上媒体的影响力也大，那潜来的来宾也影响力也大。如果大家一起都能够做一个比较正确的示范，那当然对整体是有帮助的。名模洪小雷和王世军离婚4年多，单身后首度合体，出席餐酒馆开幕记者会。被问及复合的可能，洪小雷说：“现在这样的关系是最完美的。”王世军也表示自己的愿望是单身，并放话不会再婚。不行了，他有来看一下我们正前方的相机，好，左手边的相机也看一下，往右边站一点点，来往右边站一点点，来看一下左手边的相机。自从离开以后，就未曾一起出席公开的活动。那今天这个场合是因为这么好的大哥，然后开幕，所以一定要来。就小孩啊，对，就是像家人一样，很正常，像家人一样。所以我们小年夜也有跟小朋友啊一起吃饭啊，都是小孩，对。有可能复合吗？我们现在这样子很好，非常好，非常好，这样关系是最完美的。对，是的。那你要问你啊。
啊？什么？我的愿望是单身啊，对。是愿望哦。对，那实际嘞？单身，现在单身的不得了，对。我想媒体会第一个知道吧。会让对方先定一下吗？毕竟。我觉得只要他认定的对象，我都祝福。对。对，只要他祝福的对象，我都认定。我应该不会啊。对，应该不会。我啊。对。我不一定。对啊，他空间比较大嘛。对。最好的状态。对。当然是期待会有爱情这样。如果来的话，我不排斥。由环团发起的抢救早教公投联署议题，近日在网络社群上发酵，在野党也力挺联署，对执政党造成压力。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25日表示，政府对第3天然气接收站的态度是全力保护早教，现在开发面积只剩1成，已经尽最大的努力避开早教区域。在行政院院后的记者会当中，被问到3接是否可能有其他的替代方案，罗秉成表示，最近有许多爱护环境的年轻人关注此议题，而蔡政府上任以来对3接的态度是要全力保护早教，删除原本9成的开发面积，只剩1成，而现在接收站的面积只剩1/10左右，已经尽最大的努力避开早教区域。至于是否有其他选项，罗秉成说，讨论过程中都有做评估，若要找其他场域，像是台北港，预计可能将增加长达40公里的天然气管线，造成环境和民生影响，也需要重新环评。经济部评估可能会推迟作业时程，达到11年。北部地区会出现电力缺口，且增加中南部电厂的负荷，这对中南部的民众来说会感觉有压力。罗秉成进一步指出，如果不能用较低污染的天然气，可能就要增加燃煤，且南电北送、中电北送，电网风险也比较高，这都是3接为什么选择大潭的原因。政府的责任是把相关资讯公开透明，跟民众持续沟通。行政院也请各部会持续办理。中职统一狮队在23日接受总统蔡英文接见，狮队王牌投手绰号嘟嘟的潘威伦，过去曾多次进入总统府，算是经验丰富。不过当他被蔡英文点名时，还是忍不住脸红。来看现场。对，时间理论上应该也是08号，因为不会有其他比赛。你有12年13的话有第一天吗？经典赛。经典赛，那时间点我不知道，但是我好像总统府印象好像3次，心情上心情上。但我觉得，因为平常能进到总统府的机会当然很少，但能够进来这边，可以感受到总统对体育跟棒球运动的支持。对啊。然后来到这边，接受总统的表扬，很特别啊！因为刚刚总统也讲说，就是依照美国大联盟，就是冠军球队不换的，但他们是好像也是足球、篮球都会去。现在职业球队，台湾职业球队就棒球。那我觉得这样，大家会为了互相一个成就一个目标，可以想要去达成。因为毕竟有些人都第一次来，对啊，不然就是在外面经过而已。那个格兰大道经过，对，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他在总统致辞之前，他就提醒过我们说，如果总统点到你的名字的话，那你们要站前找到。但是说当下没有想那么多了，我觉得就可能不会是我吧，因为他而且他前面牛嘟嘟啊、陈白啊这些资深的选手，我觉得应该不至于。然后点到我的时候，其实我有点小慌，我觉得站起来的时候觉得，因为毕竟这不是我熟悉的地方。然后第四踩到这个地方，我觉得。感谢团队让我们才有机会来到这边。如果我们今天没有打冠军的话，我想我有没有机会可以跟蔡总统见面。昨天有特别紧张，睡不着吗？我们大家，像我昨天就没有睡，因为我们4点半从龙山出发，对啊，基本上你再睡的话也睡不到9点，那就想说硬着在车上睡，所以现在有点疲累。对，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啊，公司广告疫情的关系，所以让我们大家集体一起做巴士，我觉得这也是蛮好的一个活动。对啊。近期出了新书并举办分享会的曹景辉，是台湾第一位站上大联盟的球员。过去因为被卷入假球案，受创很深。经由这本新书，他将再度告白，如何从头回到大联盟，甚至重新站起来面对。他也强调自己过去并没有对不起棒球。看到这些人对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甚至直接就在网络上面说曹景辉打假球的时候，你的想法、你的感觉，你能不能跟大家讲一下说，当你知道外面确实有这些人把你当成一个打假球的人的时候，你要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事情？其实现在这个阶段，他们再继续说，对啊，我就可以收集更多的证据了，对啊，什么证据呢？就是让我可以告他们的证据。因为这些都不是事实，对啊。如果他们在持续的在这样子散播或者乱讲的话，对啊，不要让我真的想要对他们提告。这些事情，我想任何一个人都不会高兴。我很确定我自己没有做过这件事情，而有人不停的在说，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当然我也会想要有一些动作。那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你当然经过这整个波折以后，你非常的灰心。不光是为了这个灰心，还有你自己因为台湾对你有一些动作让你没办法继续打球的时候，你选择进入你的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你觉得说你脱离棒球，你去从事餐饮业，你开餐厅，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你那时候还有打棒球的念头吗？当你去，我们说你去开烧肉餐厅好了，你那时候会想说，我要证明我也许有一天我会重回棒球场，我要证明给这些人看，还是说你那时候决定说你不打球了，你要专心去开餐厅？其实我没有说完全放下棒球，只是那个时候还没有找到一个可以让我持续的，就是让我的状态可以更稳定的一个方法。只是，然后就是借由那个时间呢，还在继续寻找，然后换一条路让我去试试看餐饮业这一条路，我也没有尝试过。对啊，换一个环境看看是不是有什么新的不一样的心得。我想要稍微探讨一下，就是因为你是一个旅美回来的明星球员，曾经有人说你是台湾之光，那其实你那个时候看棒球的人都会知道，哦，曹景辉来了，你是那种大家想要跟你合照、想要请你签名的状态。到你突然有一个这么剧烈的一个转折，变成说你要跟人家讲说啊，欢迎光临啊，这是你们今天点的肉啊，我当然你那时候开的那个餐厅是还要帮人家料理。哦，这是一定的啊。对，那你从一个等于说我们高高在上的明星的身份，突然变成说你要弯腰去服务人家，那可能还会有人说啊，这个没有很好吃，或者说服务很糟糕，或者这家店很挤、很吵、很臭。在这样一个情况，你会不会很痛苦？如果是我会觉得很痛苦。说我以前都是我很高兴，你要跟我合照，我还要看我要不要跟你照。现在变成说人家来，人家不管怎么样，你不要跟人家配合的时候，心态上会不会要有一个调整？需要，因为在要开店以前的时候，我就已经先告诉自己，这个曹景辉的这3个字是真的要把它放到旁边，对，然后要从头去学习怎么变成一个餐业的老板。
然后把你的团队顾好，然后了解一下他们怎么样子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去让这些消费者可以得到他们要的。对，这个东西我也是一天一天的在努力在准备。然后你刚刚讲的那些客人，我们也只能够从中学习嘛。对啊，然后就是提供一些就是我们应该要有的一些品质。那既然你已经调整成一个牛棚，我刚刚你也讲过，从先发调整到牛棚这个路径非常的辛苦，心态上、体能上都有一个调整。为什么回来台湾以后又变成坚持要当一个先发投手？因为那时候当中继投手在美国的时候，对啊，我吃了蛮多的止痛药，对，因为是要一直不断的就是维持，每天都要比赛。那我回来台湾为什么要当先发？是因为我希望可以1个礼拜就吃1次止痛药，集中在1场就好，然后可以让我的身体有多余的时间可以缓冲。对。你在回来台湾之前，你有对台湾这些打者做过功课吗？觉得说谁比较厉害，谁你要特别小心，或者是那个时候，因为你离开台湾很久。是有，但是还不是很齐全。对，因为我要去了解他们，还是要亲自的这样子对决之后才会知道。啊，数据上我只是参考，也是在花了很多的时间应战了几次之后，我才开始比较有心得。那时候有没有觉得说，我在美国这么久了，我回来台湾很简单啦，这些没有什么了不起，人家都说台湾是 EA 啊，我在美国都打到大联盟了 ，OK 的，会有这种想法？从来没有这个想法。对啊，因为我回来台湾的状态应该也差不多也是 EA 啊。是这样。在当时。回来台湾之后最怕碰到的打者是谁？好像有人已经讲答案了。对，没错，就是那52号。好，那我们把这个太简单的不算，陈金锋之外，最怕碰到的是谁？这个时候回来。我知道另外一个大家会讲很强的23号在你队上。除了他以外的话。还记得吗？还是说你开始有一点忘记？我想一下哈。我们这样子可不可以就直接到结束？不可以这样子。这样，我想一下，应该也是他们拉纽的那时候。对啊。拉纽的那几位。对，他现在应该还在现役。哦。死都不想要退休。死都不想退休。不要这样子。今年人家还要很努力。还要努力吗？以上是今天的今天新闻报，我是主播黄文琪，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